再平安。叫咱礼拜时间已经到，请咱伫万心，用咱的手不要关静音，也是关机。咱唱个几分钟。选调，厝的囡仔，逐早起换心，你的成绩特别扩大。即点，咱来吟圣诗，圣诗69首，圣诗69首，我的心情你着唱歌，请咱起立来吟两首。用数道圣经来作为咱的信仰。你究竟要上是罪比天上帝？你业啊看顶面，
照数目带遐个万分出来。因为你的大官人大气力。雅各啊，你啥事讲？我的道路稳捌伫耶和华。你敢袂知嘛？你敢袂听见嘛？伊无业也无善，亚生的伊互伊气力。少年人也会善，勇壮的人也会滑倒。伊咧亲像鹰鸟偏食飞悬。即点咱三个阿头来祈祷。阮伫天的阿爸爸上帝，你是听阮祈祷的上帝。阮每一个人心内欠缺的、需要的，你拢知。伫即个时间，阮教会拄啊伫咧争辩的中间，有侪的声，有侪的疗愈。毋过阮知，这拢是出伫听主你的。主啊，求你互阮每一个人会当有同心，要为着教会来搁较好的方向来行，互阮每一个人会当互相来接纳，互相来提出真好的宝贵意见。伫咧带领中间，好诶，阮会当将伊来留落来；若无好诶，阮会当甲放弃。互阮每一个人拢有半心正直诶。主啊，阮虽然进前拄着侪侪无好诶代志，也是牵绊阮诶代志，阮希望大家拢会当靠出你诶来的气力，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有坚强的气力、坚强的信心来行。不管伫阮的个人的生活，还是阮教会的未来，阮拢将因交托伫主你的手，主你的亲自来带领阮。阮祈祷无够厉害，阮希望大家同心要来用主你教示阮的主导问题来祈祷。阮的天父爸，愿你的相信，你的所领导，你的旨意是啥？你的心意，阮的心然后吧，下面阮的服务，是阮的下面服务的，我们所爱的事情，有你阮爱你的爱，有你我关联平等同心手，来带我心，阿门。今仔的圣经有记载的两位，我先来读创世记18章第13节到14节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讲：“撒拉为啥思笑？讲我已经老，多真会生囝吗？14节。兼耶和华有做未来的事吗？到期明年这时，我要过来你遮。”撒拉要生一个囝，
第二个记载日，也是你爱拖第3章23节，主的名词逐早起换新，你的诚实日益扩大。即摆咱来请圣歌队来献诗，因今仔日要献的歌是坚定不移的听。
无香水。还是现在平安快乐。请容许我在这里拍一个照片。这个是整修以前最后一摆，这个礼拜来做礼拜。后礼拜开始，咱会当刷到3楼去做礼拜，直到这个礼拜等完成迄个改建哦。所以改建以后，这个礼拜等就有3排的座位吼。我们先拍个照片。1、2、3。感谢主伫上帝伫历史的过程中间，由原继续做一治疗学工。时间真短，时间是一个真抽象的概念。时间透过时间，咱会当小可分辨，什么是过去，什么是现在。以及什么是未来的差别。活伫时间内底的人，咱嘛一定会体会时间过到真紧是啥物款的感觉。几十年以前去这个礼拜堂，到这已经过去几十年了，时间真紧真紧就过。咱会记哩，咱读小学、国中、高中，一直到即摆，现在发生的代志，真紧就变做历史。时间真宝贵，时间一旦过去，就无法度掠转来。真侪的电视的节目。拢真流行一寡互人伫时间内底中间比赛的节目。通常迄个节目分做两边，比如讲主持人规定，两边的人规定伫1分钟内底爱完成几6项任务还是要求，然后迄个主持人就宣布讲开始。安尼就开始吼，一开始的时阵，哦，大家拢真紧张，两边的人拢真紧张，观众也很紧张。迄个比赛人想要伫赶紧伫时间内底来完成，来赢过对方。特别是到尾的时阵，主持人通常会真大声地。话也上来，这是倒数哦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等，时间到了，然后就宣布结束。两边的人伫比赛人有完成任务甲要求的，就算讲通过。若无就出局啊！其实伫人生的过程中间，咱嘛常惊讲伤晏、太晚、袂好、伤慢。咱若无伫规定的时间内底来完成任务甲要求。咱的人生就互人感觉真失败。人若无伫高中毕业了后，马上去读大学，就互人会感觉讲伤晏。咱若无一个年纪以前完成结婚的代志，嘛互厝内面的人讲伤晏。咱若无伫几岁以前生囝，
咱会感觉讲伤晏，袂好啊。假使伫一个人伫一个公司上班，伊同事大家拢真紧就申请我由原咧做一个基层的工课，莫会互人感觉讲伤慢啊。现在为退休以后做准备，会互别人共年纪的人相讲，就伤慢啊啦。事实上，咱的确活伫一个互时间约束的世界。咱当然会当设定目标，然后把握时间去完成咱人生的任务。不过，咱若定照家己的时间去安排，照家己的看法去行，去完成人生的计划，咱就无法度享受上帝替咱准备上好的福气。的确，时间过到真紧是事实。咱常常惊讲袂赴伤寒，因为安尼，有的人就因为迄个梦想无法度实现，然后伊就感觉真失志。伫某一个年纪，伊若无法度完成某一项该干的任务，就互人感觉讲已经失败。拄着人生的失败的时，人通常有几若项的反应。第一，就是否认，我无爱接受，否认，然后再来就是感觉生气，再来就是妥协，到尾，就只能接受。首先，咱会否认，反正我不在乎 ，I don't care。若是感觉失败的时，第一个反应就是无要紧啊，我不在乎。然后受落去以后，慢慢就感觉生气，感觉这无公平，别人成功，别人会，我却失败。然后人可能特别是基督徒，就会甲上帝讨价还价，就是讲我为什么别人会安尼讲失败，所以。咱可能伫上帝讨价还价说：“上帝啊，如果你帮助我，我就愿意放下我的坏习惯，我愿意不再每天吃3包洋芋片，吃1包就好。”我想要甲上帝交换，就是上帝，但是你替我完成我的梦想。我愿意顺服你，若无人就会感觉失志，感觉沮丧。我是失败，我人生一塌糊涂，实在是真惨。最后到尾，人已经不想挣扎了，最后都没有用，没有找到出路了，只能接受事实。好了，无法度。一切都太晚了，袂好啊啦！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若想要照你的时间表来实现你的梦想甲人生的计划，你一定会拄到真侪的挫败，因为咱对时间实在是无把握，逐项拢得甲时间去比赛，咱逐项所爱完成的计划，拢得倒数计时。逐项的
的代志，拢会烦恼讲，安尼袂，安尼相反，总是咱若信靠上帝时，相信上帝时间表是上好的，因为伫上帝内面永远无迷糊即款代志。今仔日所读嘅圣经记载伫创世纪，撒拉90岁嘅时，伊无意中听到上帝甲亚伯拉罕讲，明年即个时间时阵，你的某撒拉会生一个后生。圣经记载迄时，撒拉伫上帝使者的后面的墓门口。听到这样的话，听得是袂？圣经记载，圣经内底形容讲，撒拉的生命真艰苦。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伊无法度生囝。到一段圣经发生的时间，撒拉已经嘛早早就。经过会当生囝的年纪，因切拢袂好啊。所以当伊听到上帝甲亚伯拉罕讲，明年即个时阵，你会当生一个囝的时，撒拉的反应是新的大地翻译做偷偷啊笑。伊偷偷啊笑讲。我一定老，兼有影会生囝。后一句话真可能就是无可能啊，美糊啊啦，不可能的。我相信撒拉的笑声，毋是一种快乐的笑声。是一种无法度相信冷冷的笑，撒拉心内会想讲，我这个年纪哪会可能啊？咱读圣经的人真自然就将撒拉的笑看做伊无信心的表现，毋过。伊的反应可能有别个意义，就是伊为着一生的梦想，迄个梦想已经死，感觉会痛苦会烦，哪会可能？伫撒拉的处境的中间，生育、生育。是对查某人来讲，是一件真大的代志。有些人若生袂出来，无论伫丈夫的眼中，伫社会的眼光，伊是一个无价值的好人。所以咱会当想看卖，撒拉一世人拢需要面对的问题，就是。伊母亲的本性永远无法度得到满足，伊婚姻的内底爱承受真大的压力，然后伫社会的中间爱直直接受别人甲伊看轻。讲实在，当撒拉的年岁慢慢增加。生育的能力已经进入倒数计时阶段的时，撒拉伫这个过程中间，一定会经过拄仔所讲的几项的反应。本来，伊就想讲，无法度接受这个事实，然后就哪想哪想去。搁来，可能爱埋怨你的先妻，埋怨上帝，到尾伊就放弃，
实际，不想要挣扎。当咱伫创世纪第18周的中间看见伊的时，撒拉的年纪已经进入绝望的阶段。伫这个阶段的撒拉，竟然会当接受一项事实，就是我永远无大生囝，受换受完啊，袂赴啦。对撒拉来讲，没有期待，就什么？没有伤害，只能接受这个事实。可能心内想讲，哎，这个就是人生。家己姊妹，你敢知影这款的感觉是安怎？你是毋是同款活伫类似的绝望的中间？可能你切渴慕的梦想已经无法度实现，到现在你已经说服自己，算了，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。你期待的可能只不过是一个幸福的家庭，偏偏夫妻之间关系就无好。你只不过期待的是想要努力打拼去工作，不过你工作的环境实在是真复杂。你可能你的梦想就是一世人拢在期待生一个后生，结果你甲撒拉同款，无度有心。你若讲你结婚以后，两个人永远徛起，总是你所爱的人早早就过身。你直直想要修复一段人甲人的关系，你嘛逐摆为伊付出，毋过你逐摆拢在受伤。你真打拼，无眠无日，你做你的事业，结果拢了钱。你敢会当了解上班、上班、袂赴的感觉是啥？谢叔，你拄着即款的情形，你嘛是共款。我们报互你一个大好的消息，你的妹夫是上帝的祝福。我讲一摆。你感觉的妹夫是上帝的祝福，是上帝的及时，是上帝拄好的时间，甲你帮助。上帝特别愿意伫你的生命中间做一寡别人看做无可能的代志，因为上帝的意念毋是你的意念，上帝的道路嘛毋是你的道路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上帝的时间表。甲你的时间表绝对无共啊！咱相信上帝会伫你生命中间，伫上适合的时间出现。兄弟姊妹，上帝无需要伫电视节目比赛的人共款赶到要死来完成一寡的代志。上帝袂讲啊，袂赴啦，袂赴啦。事实上，上帝拄啊好颠倒病，上帝替咱治办好这个真水的计，敢若有信心的人，这会当领受。当咱读圣经的时，圣经。上帝对时间的看法到底是安怎？上帝毋捌讲会袂赴。彼得前书第5章记载，大意翻译做到时，中文翻作到的时候 ，NLSV 的圣经翻作 in due time。
哈该书第2章第3节，迄个台语的翻译是指定的时间，中文翻作一定的日期 ，LSV 翻作 the appointed time。加拉太书4章4节，台语翻译做时期到。中文翻作时候满足了，英文翻作 When the fullness of time had come。这样的讲法显示一项事实：上帝是时间的主人，伊伫时间以外伫掌管时间。伊绝对会当伫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代志。愿意姊妹阿免。上帝永远会当伫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代志，因为伊伫时间以外。罗马书第5章第6节记载，咱要软弱的时，基督伫上帝所指定的时间，为着有罪的人死。上帝照伊无错过的时机，通过耶稣的牺牲，互咱通得到救。耶稣伫上正确的时间出现。耶稣伫上正确的时间替咱的罪付出代价。实主，万光灵的上帝会当照伊看最好的时机来救赎咱，伊嘛会当照伊的时间表来看顾咱每一个人的需要。伫上帝的手中，一切拢变做拄好。忘记按那个。小花，但是啊，想到伊家己年纪已经老，伊听到上帝甲后壁人讲，明年这个时间，伊要生，伊要生一个后生，伊就在笑。上帝甲伊问：莎拉，你安怎？偷偷啊笑，你是安怎讲？我已经老，兼有影会生囝。后一句话讲，我也我上帝兼有会当做的代志。到明年这个时，我会搁来这，莎拉会生一个囝。事实上，上帝在想要问的是：莎拉，你为什么照你家己的时间表来看待你的生命？你为什么无相信我的应允一定会实现？你敢知影？人若将生命交托给我，人就永会感觉讲。伤晚、伤慢，也是袂好。上帝兼有会当做的代志。我嘛相信今仔日上帝话，嘛想要问大家讲，上帝兼有会当做的代志无？然后我上帝兼无法度。恢复咱人生的人际关系，上帝兼无法度授予你一个幸福的家庭，耶稣兼无法度医治你的悲伤嘛，
耀华以日的上帝，兼无法度互你一个拜日会当休困的工作，嘛是因为你真正是要确保拜日去食做分别最善的日子啊！上帝竟无可能，上帝竟无可能回应咱的祈祷。中文说，在神凡事都能，人做袂到，不过上帝每项拢会。在他没有难成的事，不过可能伊的做法，甲你的计划无共，可能上帝做代志的时间，比你家己算的时间搁较慢。总是伊的方法甲伊的时机，永远超过咱会当想象的一切。亲爱的弟兄，用一点仔时间来祈祷，讲主，我愿意接受你替我准备的一切，可能无一定甲我家己的计划同款，可能无一定照我家己所算的时间来行。总是我相信，你替我准备的计划，一定是上介好。我愿意继续努力，不过我要用顺服做代心。我要拒绝一切毋是对你听来的声音，对他以后，我无搁相信受换、受办、袂符的这款的声音，因为上帝没有难成的事。咱来决志，打开咱的心，接受上帝新的祝福。上帝会当做新搁奇妙的事，上帝可能互你机会会生囝，也可能感动你去收养一个别人没有父母的孩子。上帝会有气力，会当替你修复已经破破的关系。上帝嘛可能互你气力。袂记艰苦的以前，继续向前行就好。上帝可能替你申请做准备，上帝嘛可能替你开路，找这个新的头路。对上帝遐有用不了的恩典，伊想要甲你分享。伊伫上帝国一切的方式，亲爱的弟兄们，开始你认真祈祷的时间已经到。我讲一摆，开始认真祈祷的时间已经到。祈祷是上帝。我家己之间的对话，是咱属灵上面的呼吸。透过祷告，咱会当将咱需要的向上帝祈求，享受伫上帝之间的关系。英国教会兄弟会的教会领袖之一 George Muller。伊在 Bristol 开办这个优生堂，迄个孤儿院，伊的一生拢在照顾孤儿，一生照顾孤儿的人数已经超过1万人。迄个 George Muller 的领袖的意向就是，伊用信心。去照顾上帝交托予伊的儿童，然后提供教育甲帮助，伫教育中大生前，
阮儿是一个祈祷的勇士。根据迄个记载，伊一生经验过超过500届祈祷得到应允的记录。兄弟姊妹，你想要开始算无？500届，伊比别人较清楚，就是祈祷就是美愿。说出迄个女儿需要去养育，单单是1500个孤儿，伊嘛毋捌甲别人讨钱。有一摆，伊的干事真紧叫甲伊讲，伊讲囡仔的中昼饭午餐无物件通食啦。做什么了？问伊的干事，即马几点？干事应讲11点。你了？甲干事讲，请你等到11点。讲了以后，要落随进入伊的房间祈祷。伊干那求一项名，就是祈求上帝替即个囡仔准备午餐。等到11点的时，伊听到一辆马车挂滚的响音，安尼，伊就问他：“你们从哪里来的？”那个司机骑马的那个，就甲伊讲，因为面包店隔壁的店面店头，迄个维修处啊，火灾，所以头家就想要讲，安怎去处理这个面包啊？他们就想到这个孤儿院，就把这些面包送过来。然而，告诉我们一件事：独我靠祈祷来过日子，经验500届祈祷得到应允。我相信，伊的祈祷生活，毋是普通人三句的祈祷。安尼，兄弟姊妹，祈祷的时间已经到，求上帝帮咱。这个教会进修改变的期间，毋是干那看到逐项拢无好势，然后去批评，应该是重新去引来讨论。伫个教会中大到上帝眼中所看做好的位置。后礼拜，这个礼拜堂已经改变，这个墙壁会打掉。以后几个月的时间，咱大几个华语的礼拜拢去到3楼去做礼拜。这嘛是教会第2个阶段的工程。会记第1阶段的工程，教会呼吁大家参加禁食祷告月。第2个工程开始，教会嘛想要推动1个月的禁食祈祷。不过这摆无共款的就是，后礼拜牧区嘛有迄个说明跟大家说，我们下个礼拜就启动禁食祷告月，前面7天，希望大家可以每天禁食。节次的祷告不是空空的想到什么就祷告什么，教会会提供祷告的方向。前面7天全部是为了我们个人自己的生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教会如果盖得很漂亮，教会逐项都好势好势，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被翻转，
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经验一个跟上帝很亲密的时间，那么这些装潢、这些设备都是没有用的。求神给我们进入第二阶段的工程的时候，不但看见工人去做工课，咱嘛爱对家己负责任，家己的生命嘛爱开始动工。乔治穆勒的祷告，如果可以感动我们，我相信他的祷告不是我们平凡2、3句话的祷告。求神给我们一起起来，一起彼此迄个鼓励，进入迄个敬虔的祈祷这个一个月份，特别在前面7天。我们迫切为自己的生命来祷告，愿上帝在这个过程中间来帮助，互阮领受祈祷奉得到应允的福气，嘛伫生命的中间拄着一切的困难，拢会想到上帝没有难成的事，在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一件事情是美好的，因为上帝的时间拢多好。请诸位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求你来帮助，互阮有信心来领受对上帝听来的应允，一切拢会当实现。求你帮助，我会当搁较较无伫你的面前认真的祈祷，为着教会的进修，嘛为着人个人的生命的换心来祈祷。求你帮助每一位兄弟姊妹，会当有信心来进入祈祷。祷告这个月份，让我们全心全意的来亲近上帝，也盼望我们好像乐人一样，经验到祷告不断被上帝应允这种福气，帮助我们更贴近你的心，了解什么是你为我们成就，什么是你觉得不允许，什么是对我们最好，我们用顺服的心来赞美你。阿门。祈祷或亚稣基督名来求，阿门。咱来回应上帝的话，咱来念圣诗115首，圣诗115首，请继续来念。我
介绍。我无需要介绍。有3位新的朋友来到咱这干吼，就是真恩典郭明元，还有王富美请请起立好不？欢迎欢迎。咱真欢迎新来的朋友来看周报吼。刚刚的事项，下礼拜咱是联合的礼拜第3楼吼，请咱事项的同工家己来斟酌。过来顶礼拜的聚会人数甲方面，请咱家己看。本会消息就是第一点，咱3楼已经完成啊吼，后礼拜开始咱要正式启用的感恩礼拜，所以迄天是台语甲华语联合礼拜，台华语的查经甲儿童的主日学拢暂停一摆，请兄弟做阵来见证上帝的恩典吼。搁线接来咱楼骹要整建的中间，咱的2场的礼拜拢伫楼顶。伫后礼拜4咱有简单的爱餐，请咱兄弟家己炸家己的碗箸来吼。第2点，今仔日咱的刘牧师去前往泸州教会举行圣礼典。第3。2013年的年学奖学金已经开始申请吼，若有要申请的，咱去办公室找咱的干事来摕申请表来写。第4点就是咱教会停车的问题吼，常常造成已经真久以来拢问题足侪。咱今仔日因为长袂赴画停车格吼，伫后礼拜啊，咱会有画停车格，不瞒咱来先来吼，会当甲车先停伫停车格停好。如果你若是来，你有要参加，规工你拢会伫教会，不瞒甲你的车停伫咱的草皮内底。若你礼拜煞要走的吼，车子就停伫另外边仔即边。走道这边吼，为头前门口遐开始停。礼拜煞，如果你的车是停伫走道，也是停礼拜煞，不瞒咱大家啦，停的人，拢会当去甲你的车刷电动，毋是讲你停的，我才袂去共动着。你有诶讲，我停伫上后壁，我也袂去共动着，我后壁无车。毋过头前礼拜煞人会走了。有诶后壁搁煞，即车子拢无法度振动吼，所以不瞒讲，咱若每场诶礼拜，就是礼拜煞，你若有开车诶兄弟，不瞒会当先去外口你诶车边，看你诶车有需要煞无，会甲阮动着无？咱大家吼来好好配合吼，安尼互咱诶。停车问题，莫逐个礼拜煞拢伫遐咧找人来咧刷车，有诶人要走，阁袂当走。阁来第5，咱恭喜咱诶朱瑞君兄弟甲咱诶迄个陈慧珍团队吼，因二长已经伫咱迄个雅比斯露营区举行结婚礼拜吼。会后咱后壁有因的喜饼，要请大家来做伙来为着因的新人来欢喜，大家愿上帝来祝福因即对新人。咱顶半年度的幸福小组伫即个月开始有要开始吼，总共有10个礼拜。伫3月16，后礼拜的礼拜中间，咱有要举行是算举行初课的礼拜，即摆总共有5个小组参与吼。再来伫遐有咱的爱在芥菜种，咱的副长
伊的地点，伊伫3月21要开始，伊的地点是变甲印尼的林口小窝吼。啊来葡萄树是府长是谢淑琪，因是3月30要开始，是伫以斯帖教室。啊，美容训练小组的府长是蔡美容，因是3月22。有咱伫以斯帖教室吼。下七，咱的林长勋兄弟就是咱蔡学姐的先生，嘛是咱基因的爸爸吼。伊伫3月初3下晡安乐主怀，今日3月29拜六上午11点，伫邦桥的殡仪馆的同仁厅的举行告别式，请咱为着因的这遗作来代祷，求做咱安宁夫妻。啊，如果当天有要参加的人吼，请咱伫后壁公务人遐登记吼，因通安排车辆。再来关怀甲代祷，伫厝调养的兄弟有张素金、邱宇恩、蔡荣达、红菜橘子，就是咱的洪淑琴姐妹的妈妈，还有刘金荣、谢惠美。柯玉、马来金、林学仁、傅学仁、曾文德、林岭、杨敏珠、郑明霞、林敏珠、徐建平。大爷有卢锦泉，就是咱卢文雄兄弟的爸爸，还有洪本展弟兄的妈妈。第三，继续为着咱教会1楼的礼拜堂，佮线接来的整建。甲咱规个整建的维修来代祷甲奉献，奉献的报告请咱家己看。如果若有无详细也是有出入的，请咱按咱的过价来跟进。再来，咱来读咱本周的经句。第二历书32章27节，咱做伙来读2摆吼，来开始。我是耶和华，是你的耶，在我两个行在书。好啦，我是耶和华，是你的耶，在我两个行在书。再来，咱来上映515首，上映515首，至圣殿陪阮感谢你，请记日来聆听首。到完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特别上帝疼痛、信心的感动，甲恁众人三个地的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